BB 越攰就瞓得越好係錯嘅，點解過度疲累反而瞓得唔好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Jenny， 歡迎嚟到一個令到你同埋 BB 都瞓得好嘅 channel。 你可能聽過呢句說話嘅，日頭唔好俾 BB 瞓咁多啊，佢夜晚先會瞓得耐啲噶。咁聽起嚟好似都幾合理喎，係咪？但係呢個係非常常見完全錯誤嘅迷思。今日呢，我哋就嚟講清楚呢一件事。日頭嘅睡眠品質係會直接影響晚上嘅睡眠穩定度。點解會有呢個誤解呢？好多爹地媽咪都覺得如果日頭瞓得太多，夜晚就應該唔會想瞓覺啦，係合理嘅，但係要取得平衡。BB 嘅身體呢，唔係慳電模式，唔係你日頭用少啲，夜晚就可以用多啲咁樣嘅。BB 嘅大腦係生理節奏，佢哋嘅大腦同埋神經系統係靠節奏嚟運作嘅。當呢個節奏被破壞，反而會去到一個令到佢哋更加難入睡，更加容易醒，晚上瞓得更加唔安穩嘅狀態。日頭瞓得唔夠嘅時候，夜晚會發生咩事呢？當 BB 清醒得太耐，超過咗佢能夠承受嘅清醒時間，亦都係我哋所講嘅過度疲勞，佢嘅身體就會啟動一個自我保護嘅機制。呢個時候，身體就會釋放出壓力荷爾蒙，好似腎上腺素、皮質醇咁，令到佢保持清醒。呢個亦都係源自於人類嘅演化生存機制。喺原始嘅時代，就算你已經筋疲力盡，亦都可能需要逃跑、打獵又或者對抗威脅，所以你嘅身體就會強迫你撐住，進入一種警覺興奮嘅狀態。結果就係 BB 睇落好似好精神，唔想瞓覺咁樣，但係已經攰到去極限啦。咁樣亦都係點解 BB 越夜瞓越難哄睡，入睡之後頻繁驚醒，半夜哭鬧難以安撫，而且第二日 BB 又更加攰，變成一個惡性循環。正確嘅觀念係日頭瞓得好，夜晚先會瞓得更加安穩。BB 嘅瞓覺睡眠架構好似一座橋樑咁樣，你唔可以淨係鋪好晚上嗰一邊，但係就忽略咗日頭嘅基礎。日頭嘅小睡能夠幫助降低累積嘅壓力荷爾蒙，穩定神經系統，同埋增加晚上入睡成功率同埋連續睡眠嘅時數。簡單嚟講，日頭嘅小睡就係幫助 BB 充好電，而唔係用晒啲電。咁爹哋媽咪可以點樣做呢？首先第一，根據月齡設定合理嘅清醒時間。唔同月齡嘅 BB 嘅清醒時間唔同，超過上限嘅話就容易過度疲累啦。第二，觀察 BB 嘅早期睡眠信號，唔好等喊先至氹佢瞓覺，好似捽眼啊、望住遠方發呆、動作變慢等等，就係一個啱啱開始想瞓覺嘅信號啦。第三，唔好將日頭嘅睡眠當作係正餐而唔係點心，亦都唔好睇少30分鐘嘅午睡，亦都可能係晚上瞓得好嘅關鍵，最後一塊拼圖。結論係你唔係俾佢瞓得太多，而係更加穩定佢大腦嘅節奏。睡眠呢並唔係好攰先至瞓覺嘅反應，而係身體同埋大腦願意信任呢個世界係安全嘅，可以休息嘅狀態。日頭嘅小睡並唔係妨礙夜間嘅長睡，而係幫助夜間長睡打好嘅地基。如果你曾經試過日頭俾佢瞓少啲，但係晚上反而更加攰嘅話，留言話俾我聽你嘅故事，等我哋同 BB 一齊改善睡眠習慣。BB 佢並唔係唔想瞓覺，佢真係太攰啦。而你需要改變一啲觀念，令到全家嘅夜晚都瞓得更加好。祝你同埋 BB 今晚都瞓得好。如果你對 BB 嘅睡眠又或者以上嘅內容有任何問題，自行入睡課程嘅同學可以直接拉或者 Telegram 我比較快。其他嘅讀者請留言，我全部都會回覆。想學習完整嘅14晚自行入睡計劃同埋小睡訓練，點擊描述欄嘅網頁，睇下免費課程嘅試看部分，你將會揾到幫助全家安睡嘅方法。祝你同埋 BB 都能夠瞓個好覺。Sweet baby Jessa, close your eyes. Stars are dancing in the skies. Mommy Jenny's here with you. Dreams so lovely, dreams so